我問題咧就係咧，早幾個月咧就網站咧有位朋友咧都係情緒病嘅，唔知情緒病定精神病啊，我記得唔清楚啊，就喺網站咧講咗幾句吹水嘅説話。其實大家都知道呢啲根本係廢話嚟嘅，但佢都判咗幾個月。點解呢一個咧？阿包侄女咧又話有精神病定情緒病，佢零零舍舍冚人一巴，喂，咁都可以冇事嘅。喂，大家都係精神病，點解佢又可以冇事？人哋又要判幾個月啦？係咪因為佢哋係權貴，我哋係人民啊？所以咧，我哋其實咧根本就唔係話維護警察、維護呢啲資源，我哋維護咧係我哋人民自己。我哋要求反過嚟打公義。今日依家12點半，12點9，我哋會正式開始遊行。今日烈日當空底下，大家好辛苦，流好多嘅汗。唔辛苦，你為嘅係乜嘢啊？公義！我哋遊行嘅路線，首先會行經德輔道中，之後經花園道上炮台里，之後下彌北道，跟住去到無名路，上亞厘畢道，之後就到禮賓府東閘向特首請願。依家仲有一啲嘅時間，如果大家要準備去洗手間買水飲嘅，可以依家準備一下。以下嘅時間，我就會講我哋遊行嘅目標同埋嗰個我哋爭取嘅道理。喺法官嘅判詞入邊，我好唔明白。阿 Mina， 如果佢係有病嘅話，點解唔可以喺香港醫？點解要去美國？點解要去3個月？地仔啊！香港嘅醫生唔得咩？因為要坐監。一般政府對待真係有病嘅病人，會判佢入小欖。今次咧，佢係好人啊！我哋都係好人嚟㗎。最重要一樣嘢，佢完全冇悔意。呢一個係犯人應有嘅態度咩？佢完全唔覺得自己犯罪，佢根本上就覺得自己係襲警有理，完全侮辱前線執法人員嘅專業。另外，警隊嘅高層同埋律政司點解會撤銷佢喺警署裏邊襲擊女警嘅控訴？去換取一個不公平嘅認罪協議，對香港市民不公平嘅認罪協議，點解會有？係有罪㗎啦！冇錯，證據確鑿底下，你需要用乜嘢認罪協議？什麼協議啊？完全令700萬嘅市民唔可以信服。根本上，警隊高層就置前線警員嘅專業而不顧。佢只係協議，佢唔使坐監。官官相衛。官官相衛。佢唔會做法官。最諷刺嘅一樣嘢，喺09年嘅姚志成案，上訴法院包致金嘅太太，佢判處姚志成監禁14天。佢會覺得襲警係一個好嚴重嘅罪行。咁佢嘅侄女咧？公義喺邊一度？公義喺把口嗰度啊！冇公義。喂，我想問咧，嗰個警員俾人刮一巴咧，自己跌倒，咁係咩意思嘅？作為一個警員，俾人刮一巴就會跌倒，係咪？講真，阿哥真係我問博你，唔係劉嗱，人生嘅反應咧，佢都唔會阿威去打佢，即係我打你一錘，你唔知我打你嘅。
係咪先？啱唔啱啊？打人已經係唔啱啦，你話係咪先？我係侮辱人哋㗎，你邊個咁樣幫佢啊？喂，阿哥仔，打一巴又唔會暈，大佬嚇都嚇到暈啦，咁打巴，俾人打都唔啱啦，打人都唔啱啦。打巴你想話差人會冒睇你，㗎嘛？我唔知你咩身份啊，我唔知咩身份啊，即係我講嘅啫，係咪先？我啊做喺國外做，你唔好懷疑我係做差人啊！我喺國嗱，依家嘅天時，咁就為免被天氣影響咧，遊行咧即將開始，希望各位能夠自律地因為咧，排成一隊，咧，所有市民咧都睇匯豐銀行方向做頭，嗱，你答俾佢咧，有海旁方向做尾，大家整齊列隊，準備遊行，捍衛我哋法律嘅觀義，向特首請願。一派你就以為真，唔係差人咧，差人啊！基本上佢因為你覺得已經係適應有啲疏忽。唔到嗰個環境，俾人打嗰巴，你明唔明啊？